办谈的这个哀伤叹息嘞。你也会讲，你带点颜色嘅模样之下，盼子路飞秋梦，那是我多在肩上前去，并无盼子啊。这啊，对呀，平常是虽然，你母子是做唔是谁，不过我多个前缘秋梦。你要用板都跟上嘞！哎呦，成龙啊，你像是对老爷的刘伯父，你价钱不你上紧救命啊！阿妹呀，只不过你没讲，刘太白你输了去了，就已经动好了，总得过再要求嘛解，那也唔敢去见啊！哎呀，王子，现在到以前是没穷用哦，不管用办事，一天我加多钱，都不以上紧救命。你那唔得去，阿妹来去。阿妹呀，阿妹呀，莫去啦，阿妹。嗨，算了，母亲爱去出本去去，实在感觉心情唔好，那么来欣赏春龙王在后花园所采。看看花色错了哇！父亲，那饮料过得十分的好，因为将爱树立。尊重人，虽然讲，我非是给了的亲生无义，因为父亲对我也十分的痛惜，你那在天之力，就一定会保佑给两人长命百岁。只是父亲。那也还好想你啊！为么该？你始终是来梦中看爱的。这位小姐抢了。你系马啥？你哪个来了位啊？哎呀，姑娘啊，你唔是强怕，乃非是反应，我自我介绍，我乡里名春郎，家父老嘅刘伯父，孙将系八百之高，父亲来世了后，老奶嘅母亲2年来投靠刘伯父，今年咧以前。用把唔是老你看过，你用把问来多了了呀。原来你是我义父的妻子，是爱是你咯？哈？义父？
那俺都陪兰英，卖身重复，是义母将俺买进来。本来我本义父做了偏锋，只是义父佢抵得来个造义，将俺塑造义啊！嗨，没想到，俺你两三个做义，按相同嘅多，在面前就是微笑之了。面前李公子咯，哎呀！小姐来上江啊，开心意啊！面带桃花梦送情，春龙为己同了心，有花相对己呀送福你。公子是才呀，红人才呀，何必盼恩来投汤？无家对己有意爱，爱才心呀口难开。小姐呀，小姐可有意中人啊？可有老人听欢迎，来有事相问你。自叫你此生忘爱人，你爱门中一样配红你，哪有老人听欢意，无法自讲。本爱的，爱为相思呀，谈欢你。小姐上来呀，一路放，相爱该面容啊也不差。爱满小姐，你可爱嫁，相爱来托你呀，总无靠。你俺两人正初会见面，你用爱就对俺讲一婚姻的事情呢。小姐实不相瞒，方才之间，倘对你爱人嘅过伤，就已经打通来嘅心里。老你见面以后，更加对你见嘅钟情，来怎会情不自禁对你说出来嘅心里话？来对你，且对係真心。你的小姐，你可有同意嫁来春王为妻母啊？俺卖身重复，本来对了婚姻的事情就冇多少忘解咯。公子，你那么去想，当然那也愿意，只是你跟义父让俺输了，这件事情我记来注意。是，我有同意呀。父亲，
母亲，见过刘伯父、刘伯妹呀？哎呀，对呀，母亲啊，你都要帮我来了的呀。哎呀，俺帮这个讲，佢爱亲生啊，拿30两元，本日做路费和上京户口。那啲阿妹啊，去人个房间啊就切毛耳，就话睇自家叫我来发嘅。哎呀，原来这个谈情说爱呀。母亲啊，顺从来对佢一见钟情，来爱讨佢唔知做啲么啊？阿妹当然同意呀，也不讲好就好。孙啦，你总讲嘛係一家人咯，何必對我按客氣呀？再講呢，愛上京户口安泰嘅事情，讓唔是就讓我講啊，嘅改在咩nhà咩對親愛，那麼呢，豈不是阿伯就我可以錯過一個可皮呀？是村弄唔干，該男人哦，你兩啥事情？我呀，老爺幫妹啊，讓你看到一清二楚咯。雖然講我太一家最有同意，唔過咧，網友太定可，乃能有少定可啊？係我嘅意見。想我定義可靠做幹進來，將本意良善來萬分拜託，你可有意見啊？全凭伯父做主求好了。玉器帶入我一生清廉，幫我為咗天下獨上王。我乃是錢塘燕林李克娘，玉帝念愛一生清重，幫愛為咗天朝府判官啊！向我送人生死了後。他見全是年愛所留照顧，又為我送房天機姻緣，什麼年愛太恩太德，所以今日一心相愛報答，將年愛所做之事，並報玉器見效，玉器見地，年愛以此善行。鐵為年愛添數30年，難得終身歸之。相愛李克娘，既然愛素不相戀，並無交情，一狀拍子，拜託此手，想不到人愛開放，因愛為咗義體，此恩太德。無法回報，真是有愧。如今不言愛，我等不辭了。地公在哪里？地公在何处？
哎呀，真是奇怪呀！俺也会得到俺的怪梦啊！老爷，到底发生乜嘅事情？才门外就唐见你见到太世上啊！夫人啊，我家下做个怪梦，讲我会送成贵子，啊唔得真呢，也是假嘅呀！老爷，你讲你梦到会送成贵子，看起来确实我不能再瞒你了。夫人，有乜个事情瞒我呢？其实2年前，确实感觉身体冇爽快，向了太府来看张见的，确实已经反应产生，生起来也有2张月了。哈，夫人啊，既然你有声音咩？哎呀，果然天不欠个刘家嘅好事，太好了，真是太好了啊！不过，慢慢讲出来，我也唔知为叫男也叫女，用办会讲送成贵子呢？不管是男也是女，就是我刘家嘅好事。來，我家家帶來去房間上好好嘅休息，唔要聲音咯，我要讓你好好補身體呀。常言道。兰姨，母亲，春龙爱做官转来了。春郎要叫你嘅神招，應該我讓人嘅伯父伯母摔到車。乃曉得。伯父伯母在上恕我一拜。哎，看起來，小伯父，一家人不用講兩家話，好容易吃呢。哎，伯父啊，你老伯母手中难给下意，难通。也幫妹啊！佢老牙一台姜送上，算將一兩位做人嘅表弟呀！真是恭喜贺喜呀！老爷，你看，两下春龙已经做官回来了，这样事有讲过，佢老男人给婚事，已经係咪應該本佢哋2年？万分拜託爭吵啊！係啊，太爸，將來人安好嘅細妹誒，我做就想我頭上來做心橋啊！唔知人那兩事，將我俾佢嫁過門來。既然春郎，佢就做官咯，聽講你說以來係糧食嘅嘢。就本你老記2-3萬分拜託，曉得了。新郎新娘一抬頭。我要掉花，
根本日就可以讲出来咯。孙郎，俺嘅父亲其实老夫，从来总是见过面。哈，伯父啊，此话是用白人讲的呀。当初你母子来投靠，乃茫然不敌为出后顾。后来呢，打开书信一看，既然内中是一种的拍字啊，乃嘛唔记什么个意思。后来呢，乃细心细意地想起来。别听伢把问的老夫的喜命，相爱而自爱投靠，但却不敌我娘般的托付，所以呢，其实我用空书让我做名才呀。我当然将我以假为真，来。在你夫人面前唔敢讲破你看。其实啦，我老爷的父亲结拜，也个事情就会喜言，根本人呢，也哈，你来功成名就。可以公众要主，太守定课全部都有了，所以我将事情怎么就是让你讲出来呀？多谢伯父啊！多谢伯父该恩情，永永远远应记在心。树留嘅恩情难回报，何妨他你两年。莫想来世间来善心人，人间处处有温情。伯父树留真可惜。农家深真变深情，此故有人讲得好，天土无情啊，上义善人，但有积善之家，必有义亲。我呢，恐吓让人眼前，生了淫言。不但我复苏送全，又个得到也两位宝贝的来耶，人生多次啊，夫复何求？我几件事也无憾咯。来，太老夫，我想讲，我用也比酒。我爱感谢上天之德，老得那个先君保佑啊！此故托孤天下有，虚空因已无人留。世人亲好留言谱，何必相交做朋友？妙哉呀！哈哈哈哈哈！